从现在开始，你抢走了我的人生。思辰，奶奶，奶奶，你确定要娶她？是的，奶奶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确定要娶她？是的。孙媳妇儿，你今天呐，真是太漂亮了。谢谢你啊，嫁给我们家思辰。哎，他要是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奶奶，奶奶给你撑腰。哎，你要是敢让我孙媳妇儿受委屈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孙子。放心吧。谢谢奶奶。好好好，我不打扰你们了啊！我知道你着急，但是你一定要对她好。小雅，送送奶奶。奶奶您这边请，哎，好，再吃一下灶吧。你奶奶这么可爱，谢谢。你怎么没有遗传到呢？里面请。熹微，思辰，祝贺二位。谢谢。顾小姐你好，冉熹微，你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抢走了我的人生。大家好，进去聊。以后思辰就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了。那我就先进去了。好。咱们合约里头好像没有写要应付情敌吧？你从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既然没有爱上我，哪儿来的情敌呢？有道理。